校园性平事件零容忍是台南市推动友善校园的重要政策目标。统一制定全市学校每当3月第4周为性平平等教育周，就由学校规划校内性平教育宣导活动，强化学校师生性平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为了让性平宣导更加活泼，教育局特别委由规定各中师生单工演出校园性平宣导微电影。22日在市府办理影片首映会，邀请市长黄伟哲、副市长戴谦、教育局长陈成辉、家长团体、教师团体以及校长协会等代表，共同欣赏这次由规定各中师生自翕、自导、自演的宣导影片。不是这种照片啦，我是说不要穿衣服的照片。怎么可能啊？你疯了！我不要。哎呦，没关系啦，我绝对不会流出去。很感谢台南市政府我们感谢教育局各位同仁，还有感谢贵人国中各位老师校长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很努力，能够把平常大家都想要这个睡觉的这种宣导这个制式的宣导，变成一个年轻朋友们都能够接受，而且有非常重要把重点都融合进去里面的这个短片。那我想这个就是诉说着许多年轻朋友们尤其年轻的同学们所碰到的日常有时候很容易碰到的那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同学不管是男同学女同学就至少知道平常要互相关心。第二个，发觉同学神色有异的时候，或是自己去在超商或者在公共场合碰到怪叔叔的时候，或奇怪的人有奇怪的动作的时候，应该要采取的反应这个部分非常谢谢。教育局嘛提醒学生要谨守五不：不违反意愿，不听从自拍，不仓促传讯，不转寄私照，不取笑被害，以及4要告诉师长，要截图存证，要记得报警，要检举对方，定自我保护的原则。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